根据了解，第二批中央241万剂疫苗，暂时分配到13000剂，预计28号来做。对此，市长吴伟克表示，除了第一类医术人员优先，这批嘛将符合资格第一线警察、消防人员列为优先名单。特别因这群当中接受风险，总共1300剂量。对于疫苗施打的部分，我想非常多的市民朋友们都很关心我们医护的健康。我们知道，像双北还有一些地方，我们医疗量能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那所以说，基于对于我们第一前线医护人员的一个保护，我们疫苗的施打当然以第一优先的医护人员作为优先。那警察的这个施打的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些妥善的安排。还有基层诊所、其他所有的直登医事人员、所有非医事人员、法医人员、集中检疫所的人员，都在第一类施打的目标，再加上我们参与防疫的两个一起再加上我们参与防疫的警消人员，我们共拨发1300剂，给我们参与防疫的警消人员，那总共是13000剂哦。卫生局长进一步表示，这回警察、消防人员特别拨1300剂名额，不过为了避免群聚，要呼应到病院甲卫生所，而且分区再让警消各分局来做。当然嘛，因为各县市疫苗的需求量真大，想要自行采购。对此，市府表示，有关疫苗，因认为也是需要由中央把关，严格审查过后的合格疫苗才安心。有疫苗就好，但是必须是有效的疫苗就好。前一波大家在批评 AZ 疫苗的声音，其实也是蛮大的。说有人会有不良反应，说这个欧洲哪个国家已经全面停打了。那这个如果现在是讲有疫苗之好，那先就好。那么先前这些话又是从何而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政府的政策，我们当然会努力的支持。那希望说大家都有疫苗，都有医疗资源可以用。那对于民众的反应，尤其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医疗护理人员的反应，我们也会反映给中央，希望中央也听到地方的声音。某位医师提出说，筛检政策其实我们筛检政策一直没有很固执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医院本身就有筛检的量能，但是因为医院也要负担一些疫调中接触者的一个筛检。所以我们的台南市的卫生所的一个社区筛检站也很早就开始那我们一开始是针对高风险那些我们在足迹公布的时候匡列不到的希望他主动来我们的卫生所筛检。但是随着我们的疫情慢慢升温，我们的医院量能也越来越吃紧的状况下，其实我们在昨天早上就公布说，第一类5月1号具双北旅游史且出现疑似症状的市民，就可以来我们的卫生所做一个筛检做筛检。那我想很直接可能是有提到说快筛的部分，其实在特定族群，我觉得我们是同意使用的，我们也是觉得是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对于广大的族群做快筛，所谓的抗原快筛其实是会有很多伪阳性的出现。那这一点其实我们也都跟我们的专家也在配合我们会有配套措施。所以其实我们的筛检政策一直在滚动，并不是所谓的一直坚守一定的立场而不能转变但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